多谢孟俊，应该是平安夜暗时，嘛想要去佚佗，山顶的乡亲会记炸雨伞爱穿较高咧。气象局表示讲，今日北台湾水汽较济，规工拢是湿湿冷冷，暗时温度会愈来愈低。因为入冬以来上强冷空气，里面在报道强度恐惊达到强烈大陆冷气团。明仔载北部气温剩14度，中部12度。礼拜后礼拜是上介寒的时阵，气温差不多剩10度。啊，水汽甲这个气温有配合得袂歹。这较悬的山有可能会落雪，气象局嘛估计跨年同款有冷空气落南，嘛将是湿冷的天气。鸟行馆甲徛歌馆照冰角，和鸟行家族送冰粉，感受耶诞节的气氛。平安夜这天，伊也真欢喜，不过天气无啥好，早暗较冷。今仔日下早上低温伫咧花莲，刚好14度8。今天这个耶诞夜的时间点，晚上的话，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下雨的情况是比较明显，会有局部的降雨发生；而在中部地区还有南部山区也会有些零星的降雨。今仔日耶诞暝，暗时北部东半部会落雨，中部山顶南山落雨。今年的平安夜湿个冷，北部平均气温17到18度，关温20到21度，中部气温同款伫咧17到18度，南部较烧热，东部温差变化大。周六冷空气南下。周日到下周二清晨这段时间是冷空气开始影响的时间，降雨的情况以北台湾比较明显，就是北部跟宜兰地区，其他地区也都会有一些局部降雨发生的机会。明仔载就是耶诞节，耶诞老阿公唔来早礼物来，买倒来上强的冷空气，温度可能降到10度。冬天大概有8到12个冷气团，未来在1月、2月还是会有，平均值来看大概是1到3个寒流左右。天气变化大，民众出去路口过节，雨满雨伞、高的叶啊，别拢爱早好交全。